希望透過今次嘅機會啦，再一次多謝你哋，因為我相信每一個在場今日嚟得嘅，無論係老師啦、學生啦，我哋好好嘅所有嘅 business partners 啦，亦都希望大家雖然以為好似學生對旅遊業好遙遠，但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旅遊業嘅一份子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電車，多多支持香港旅遊業。多謝。最重要嘅因素係咩呢？你中意自己做緊嘅嘢。今日在座嘅各位，你哋已經有第一步成功咗。今日我見到嘅在座嘅每一位，都將會係一個好成功嘅 innovator。亦都希望過去幾年之後呢，我有機會可以喺科大或者喺其他大學再見到你哋。多謝各位。